好順利起跑3個圈再加300米嘅賽事，咁就見到4位運動員咧，慢慢就會向住200米嘅方向咧，係攝入去最內線，因為咧其實越跑得入咧，即係代表佢哋嘅距離咧可以再縮短少少。咁但係咧呢度4位運動員咧已經係去到200米，已經一排咁樣去順利去到200米啦，亦都係見到運動員咧暫時嚟講都係差唔多嘅嗰個速度同埋節奏啊。暫時咧排喺第一位就係嚟自屈臣氏田徑會嘅陳偉聰，而韓國選手咧就暫時排喺第3位，蘇正星就喺第2位。咁啊，見到韓國選手喺內線呢就攝翻上嚟啦，咁應該都係想跟喺第2嘅位置啦，就揾一個人喺前面幫佢擋風。其實係好醒嘅第2位，所以咧我成日都覺得第2咧你可以最好嘅。係啦，其實即係以前跑中長跑咧，啲教練都係教我哋咧要即係自己嘅位置要喺頭3名咯。係啦，咁確保喺頭3名嘅位置，咁樣跟到最後一圈咧，你先至再去睇自己係邊個位發力咯。我成日會覺得咧跟人咧真係容易過自己帶出嚟。因為始終你就可以望住，即係有個目標去跟住。除非你係超晒班啦個時間，咁你就即係真係要跑自己時間，又或者你想做成績啦，咁就會係唔會跟人哋，就開自己想開嘅 pacing。1分半嘅時間咧，就見到有少少嘅變動啦喺排名上面，因為見到咧本身係第3位，而家就去到第1位咧，就係嚟自屈臣氏田徑會嘅蘇正星排翻去第1位。咁韓國選手，因為始終要想超前啊，咁就佢哋而家咧呢兩個嘅跑嗰個位置咧好好啊，佢有少少頂住咗。係啦，所以佢頭先就係諗住要去出面，咁但係又想入翻去唔到上嚟啊！頭先佢想笑。其實咧呢個係一個戰略嚟嘅，尤其是即係可能你而家有3位都係嚟自屈臣氏田徑會啦，即係好似一 team 人，係就好似你破風咁樣咧，踩單車，踩單車係啊，即係一啲 team 嘅組，哇！佢哋3個係輪流過，真係。咁樣始終就係呢啲長跑嘅咧，就係佢哋可以慢慢咁樣去做一個變速啦。俾佢突圍咗啦，出咗嚟啦，韓國，因為佢發覺覺得唔對路啊，係啦，唔可以再攝喺後面啊，個位係咁都要跑翻自己嘅速度啦。咁就暫時頭2位咧就拉開咗少少嘅距離，咁就暫時嚟講未必會可以做翻好似頭先一開始嘅一個變動啦。咁而家暫時韓國咧排第2位，而黎天朗咧就排第1位，時間去到2分48秒。去到最尾50米咧，亦都係進入即將嘅最尾400米啊！暫時嚟講咧，都係排名繼續係咁樣去決定最尾嘅400米。鐘聲響起咧，400米亦都係開始咗啦。見到咧，其實佢哋兩個嘅步速咧，步頻係差唔多嘅，咁所以就睇一睇可能去到最尾200米會唔會再有變動喺度啦？唔使講200米啦，300米已經開始變動咗啦。咁我諗其實韓國呢位選手咧，韓國呢位選手佢都好清楚自己嘅能力啦。咁啊見到其實佢嘅步速呢個 pacing 係可以再快啲，咁所以佢就唔再跟你哋啦，即係佢就自己放出嚟跑。見到佢都係好有信心啊！而家最後200米嘅路段啦，見到越跑越有啦，加緊速啦，個步幅其實比佢頭先更加大，同埋個頻率更加快。因為呢位韓國選手其實佢就冇報到自己 SB 嘅時間啦，所以我哋都冇辦法估計到底佢本身嗰個成績或者水平係大概去到邊度啊？衝線時間4分06秒64，係啦，冇錯。咁啊，因為其實咧我網上揾佢嘅資料咧，都係顯示咧，佢主攻嘅項目咧，反而係3000米障礙賽喎。係啦，咁啊，但係就真係唔知佢1500米嘅 SB 係幾多啦。咁啊，見到啱啱咧第一名衝過終點嘅就係嚟自韓國嘅蔡俊潤，咁佢嘅時間係4分06秒啊。咁啊，其實頭先都呢一場比賽咧，都見到佢都有少少陷入苦戰嘅頭先，即係俾3位屈臣氏田徑會嘅運動員都有少少夾住佢嚟跑啊。有時咧就係、其實我出去比賽咧，即係或者出去睇比賽啦，我好中意travel 去唔同地方睇比賽嘅。
佢哋嗰啲中長途跑咧，其實係好精彩。哦，其實變高水動好平嘅賽事咧，即係中距離即係中距離嘅長跑嘅比賽都好好睇，因為你真係鬥到最後一刻嘅喎，可以。係啊，即係可能你睇佢哋嗰啲1500啊、3000啊、5000米咧，你去到最尾嘅嗰個一個圈咧，好似人哋真係跑緊200米、衝刺緊100米咁樣咁啊嘅，係啊，係係啊好精彩好多變動噶。咁所以就係即係見到哇，嗰個狀態係你平時咧仲好睇